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嘉新聞，我是蔡小君。全台各地有許多藝文展演、暑期休閒活動、限定美食，還有在地美食，趕緊透過鏡頭帶您一睹為快。先帶你來看第6屆影響力新聞獎，共有60家媒體、近300件作品角逐。中嘉啟動新聞以厚德社區關懷據點為題，勇奪電視及網絡影音類即時新聞獎的首獎。首獎得獎的是中嘉吉隆新聞陳淑萍，德厚社區關懷據點發揮功效，挽救長者生命安全，恭喜！恭喜中嘉吉隆新聞報道，從基隆德厚里一通救命的電話出發，看見山區長者的照顧風險，關懷據點的細心守望，及時發現長者身體不適，而且協助送醫。畫面上是第6屆影響力新聞獎頒獎典禮，在松菸誠品表演廳舉辦。這屆共有60家媒體，近300件作品報名，最後57件作品入圍，共同角逐5大獎項，競爭相當激烈。最後由中嘉吉隆新聞榮獲電視及網絡影音類即時新聞獎首獎。來，前方的攝影師，恭喜得獎，請發表得獎感言。真的很緊張。我首先要謝謝那個評審團老師對於我們地方新聞的肯定，然後也要感謝我們中嘉寬屏我們公司長官的支持，有宇平總，還有我們日升經理。我們是中嘉吉隆新聞，我們在基隆採訪地方新聞已經30年了，30年。經理，換你講一下，真的很緊張。好，我今天就來幫他講話的。然後謝謝主辦單位，竟然把我們的里長請來了。你知道，其實地方新聞很特別，他們我們採訪的對象就好像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然後我們透過這樣採訪，然後跟他們融入。然後發生這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事件啊，因為其實我們在關懷據點在一個經營的上面來講的話，很多議題都是在法令上是不被認可的，但是它實際上所產生的議題是我們必須要去關注的。所以在2025年，我們已經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情況之下，我希望說借由我們的報道，能夠讓更多人關注我們的老人議題，讓我們的社會更好。謝謝。謝謝大家，謝謝。恭喜得獎者。基隆有這麼一個很小的例子，其實照護站是一個非常小的例子，但是這個照護站當中呈現了有那種就是主觀的鏡頭，然後實際的採訪，然後呈現出來為一條生命，為一個長者，我們做了多少的事情，然後陪伴的人，還有地方的小小的組織怎麼去 organize， 幫助在地的長者，讓我們覺得這都非常珍貴。因為每一個這樣的例子，它都可以變成是擴大，變成其他的地方參考的例子。所以今年可能在獎項當中，就會特別看到地方的作品，但是做的細緻深入的，然後被評審們挖掘出來，覺得值得獎勵。恭喜各位！媒體朋友們，願意投入心力來報道這個高齡的議題。那你們的報道呢，會撼動社會對高齡長輩的見解，所以你們的這位媒體的大哥大姐們，謝謝你們。中嘉吉隆新聞這次以德厚社區關懷據點一通關懷救命電話切入主題，深入點出社區長輩白天缺乏照顧的類獨居核心問題，引起共鳴。德厚里里長莊玉超親自出席頒獎典禮，肯定中嘉吉隆新聞透過報道來關注社區高齡議題。主辦單位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也感謝媒體踴躍報道，期盼借由這股力量來帶動社會大眾對高齡長輩的關心與注意，共同營造高齡美好的社會。記者黃日升、陳淑萍基隆報道。再帶你來看，高雄三民區巷弄內藏有一間40年的老麵攤，因為位置隱秘，被譽為隱藏版的美食。如今傳至第2代，仍堅持最初的古早風味與親民價格，吸引無數老饕一吃成主顧。
10顆手工餛飩搭配以豬骨慢火熬煮的鮮甜湯頭，和一旁看似簡單卻香氣四溢的豬油乾麵，每一樣通通只要30元，就能品嘗到最道地的古早味。飄香40多年的老麵攤，儘管店面樸實不起眼，依舊憑借着傳統滋味與親民價格，吸引了不少老饕一再回訪。來這邊洗車，然後就是中午了。肚子餓來吃，結果一吃成主顧，就覺得它的麵還蠻好吃的。它算是隱藏版的吧，也吃了蠻久了，就是便宜又大碗。老媽賣的時候就只有米粉吶，還有麵吶，我就增加了冬粉，還有龜仔條，我就加這4樣，就大碗的50，小碗的30，因為小孩子不在身邊，我夠吃就好了。小小的攤位藏身在不起眼的巷弄中，若不是特地走進來尋找，很容易便會與它擦身而過，也因此被不少人笑稱是高雄真正的隱藏版美食。從老闆還在讀國小時，媽媽便開始經營麵攤生意。簡單的古早味乾麵不僅溫飽在地饕客，也承載了一家人的多年回憶。那一碗麵裡面的靈魂就是那豬油啊，因為這個地方我就是說吃有緣人。有緣才會進來啊！有時候他說在外面一個說找了3個多月才找不到，結果有一天來義大看到那個外面的那個陽春麵的牌子，他說：“哦，我終於找到你了。”我們今天有緣，因為以前老媽也沒有扛棒啊，我現在比較功夫啊，外面有一個陽春麵的牌子啊，我就跟你說我這裡是吃有緣人啊，對啦。看似簡單的古早味美食，承載的不只是數十年不變的手藝，更是對客人的一份心意。多年來，老闆始終堅持薄利多銷，希望讓大家能夠用銅板價格品嘗到熟悉的古早滋味。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再帶你來看新北板橋社後里舉辦社區共餐，志工媽媽發揮創意，將蚵仔煎、蚵仔米耍融入長輩的餐點。里長盼借由聚餐增加互動，讓長輩走出家門，感受社區的溫暖。社區共餐不只是吃飯，更是凝聚鄰里情感的重要時光。板橋區社後里近日舉辦社區共餐活動，志工媽媽們發揮巧思，將台灣民眾熟悉的蚵仔煎、蚵仔麵線融入餐點設計，端出充滿創意又具家鄉味的料理，讓長輩們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也能感受到社區滿滿的人情溫度。攏凊彩有白煮，我呢7點來煮。7點來煮，先煮米線，蚵仔為台南夾起來，較新鮮，為個老人煮予老人食，大個月攏有變菜有迄個，先蚵仔煎甲米線毋捌煮過，先煮看覓咧。阮這阿嫂煮的物件攏做好食，你念你食看覓就知。醬料咧好食。醬料它特制的啦，這志工正經對因非常感謝，因為有因我走到板橋活動，所以對因足感恩的。儘管志工媽媽們謙虛的表示都隨便煮，但餐點一點都不馬虎。從金門漂洋來台的麵線，來自台南的新鮮蚵仔。里長表示感謝這些志工們的愛心，讓社區共餐不僅提供長輩們營養餐食，更重要的是創造彼此交流互動的機會。里長表示感謝這些志工們的愛心，讓社區共餐不僅提供長輩們營養餐食，更重要的是創造彼此交流互動的機會。我們社後里舉辦那個老人共餐差不多是我們邀請我們這些義工來幫忙，才能順利的。我們辦的這個共餐，那個口味也分很多種啦，有蚵仔米線、炒米粉，還有一些小菜、小炒啦，供老人家享用這樣子。有老人家有的就嘴氣較不好啦，嘴氣較不好，攏愛食較嫩的物件。1個月辦2次大部分的時間時間是中午12點啦，1個月2次啦，每星期4，人數差不多50-60個人，一些餐點都有些議員會幫忙贊助，提供我們的材料這樣子。
透過定期的聚會，讓長者走出家門，增加鄰里間的連結，也讓社區更有溫度。而長輩們吃得開心，彼此聊天互動，就是對里長和志工們最大的回馈。里長表示，未來將持續結合志工力量，推動更多關懷活動，打造長輩安心、居民互助的友善社區，讓每月2次的共餐時光也能成為串起鄰里情感的重要平台。售後禮讚。記者蕭世榮新北採訪報道。台灣咖啡屢獲國際佳績，為了建立本土產業的價值，國立成功大學跨域研究團隊成功研發咖啡2次發酵的技術，豐富了風味層次，更大幅提升台灣咖啡的國際競爭力。由教育部 USR 計劃、國科會自然解放計劃以及有限責任台灣咖啡供給合作社共同主辦，並結合歐拉拉咖啡與上品咖啡，攜手推動的建構咖啡品鑑系統工作坊，8日在成功大學登場，吸引許多咖啡產業人士、學界研究團隊及咖啡愛好者到場交流。咖啡它粒鹽酸，它是經過烘焙以後的轉換出來，所以它裡面的粒鹽酸含量越高，它轉換的風味度就越濃厚。這次工作坊也串聯多所大學資源，邀請昆山科技大學2位專業杯測師現場進行香氣與口感盲測評比。另一方面，長榮大學陳妙玲教授團隊也針對經過2次發酵的咖啡，分析其中的有機酸、綠原酸以及植物鹼等成分，進一步探索咖啡風味與健康機能之間的關聯性。好不好喝這件事是主觀的，所以我們就找了杯測師來。當然，杯測師還是主觀的，但是他們受過訓練，所以剛剛你看過他們一整套的受過訓練的方式。OK， 除此之外，等一下我要公布的是他們所嘗試出來，他等一下會評比1、2、3、4，跟我們做的內含物的分析，科學上的分析到底有沒有一致？對，所以這個今天最主要活動的目的，這兩個一致，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鼓舞，就是說告訴我們咖啡業者，我們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一條路是對的。你也剛剛講台灣咖啡不是用做好啊，但是還是回到那一句話，風味到底足不足？所以你就喝一杯日本的咖啡，喝一杯你們喝過 Kona 夏威夷咖啡，你也剛剛驚嘆。你去喝阿里山咖啡也是驚嘆，但是當你喝到其他的咖啡的時候，你繼續驚嘆嘛。後來你會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更進步一點？研究指出，咖啡豆經過成大微生物團隊研發的2次發酵技術後，不論是進口或者是本土咖啡豆，機能性成分皆有明顯提升，不僅讓咖啡風味更加豐富，口感也更加滑順。團隊希望借由技術創新，打造具有台灣特色的咖啡風味辨別，進一步提升台灣咖啡在國際市場上的能見度與競爭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再帶你來看高雄左營半屏山旁的小吃店，以古早味飯湯與肉燥飯聞名。老闆特別引進家鄉美濃的白玉蘿蔔，並遠赴東港親自挑選海鮮配料，打造出極具特色的在地美味。營業時間一到，就有客人在店裡準備取餐。老闆細心地將每份餐點逐一裝袋送到顧客手上。半屏山下的傳統小吃店開業僅有3個多月的時間，用1碗古早味飯湯與特制的美濃白玉蘿蔔肉燥飯，逐漸打開名氣。就連遠在台南的客人也都前來品嘗。朋友介紹啦，我們只要來高雄就會過來買，都點飯湯，然後水餃，對。肉燥飯也還蠻好吃的啦，因為也蠻乾淨的啦，然後東西也蠻便宜的，又蠻好吃的啦。其實飯湯哦，它這個量距很大，基本上我的飯湯部分就是基本就是鮪魚部分，然後蝦猴，芹菜、香菜、白蘿蔔、筍絲跟油蔥酥，跟黑胡椒粒這樣子，這是基本的啊。如果說你還想再多吃一點的話，可以
選擇加購魚丸跟滷蛋這樣子。將鮪魚、蘿蔔、魚丸、滷蛋等多樣配料鋪蓋在白飯上，再淋上一勺滾熱的大骨清湯，一碗香氣四溢的古早味飯湯便可上桌。料多實在的飯湯裡選用的食材都是老闆精心挑選的美味。為了維持魚肉的品質，讓顧客吃得安心，還得親自到東港採買新鮮魚貨。魚的部分就是說，因為魚它這個鮮度跟它的保存是很敏感的。如果你要再跟当地在地的市场再间接下去拿的话，不放心它的品質到底是說間接或沒有去污染到或者是說它的冷度夠不夠？所以與其這樣的話，我會選擇說，我寧願去東港那邊直接去鮪魚的大本營那邊載就好了。從林邊學成歸來的老闆，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店，沒有華麗的裝潢，秉持着一步一腳印，從嚴選食材到貼心服務，在這知名的半屏山腳下，默默地溫暖每一位進門的饕客。記者洪俊傑高雄報道。迎接暑假旅遊旺季，新北市經發局推出青春山海線山海漫遊旅程套票，串聯淡水、金山、九份等3大區域景點，即日起正式開賣，最低可享64折的優惠。3、2、1。請啟動！暑假旅遊旺季到來，新北市政府經發局推出青春山海線山海漫旅旅程套票，串聯淡水8里、金山萬里及瑞芳9份3大區域特色景點、店家及文化場館，規劃3條主題小旅行路線，邀請民眾以優惠的價格漫遊北海岸，感受山海風光與在地文化魅力。我來自新北市的金山，那金山是整個北海岸跟青春山海線最中間的中央樞紐這樣子。金山最主要的農產品是地瓜。那這一次的話，我們跟青春山海線山海漫旅的合作方式是，我們有一個特色的蒙布朗的地瓜蒙布朗的餐點。那希望這個特色餐點，希望透過旅客來到這邊，除了真正吃到烤地瓜以外，那還會有看到地瓜更新不一樣的一個方式。那當然從現在開始一直到那從8月開始一直到那個11月都是金山地瓜的產季，也歡迎每一個那個旅客來到北海岸，記得來買地瓜、挖地瓜烤。新北市經發局長盛小榮表示，市府近年持續透過店家微改造、數位轉型及多元友善服務等措施，協助地方商家提升競爭力。今年整合北海岸觀光資源，推出3條主題路線，並設計具有文青風格的旅遊套票，希望讓民眾從旅程開始就充滿儀式感，也借此帶動地方觀光與商圈發展。然後我們有3條路線，第1條是河岸的微風，第2條是我們山海驛站，第3條是我們山城時光。那每一條路線只有100份哦，手刀要快。那我們最低到64折，那請大家要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來欣賞我們新北市北海岸之美，來漫遊我們所有的河岸山城，來體驗一下我們的觀光文化以及特色美食特色商店，來欣賞一下我們新北山海之美。而今年特別規劃的3條特色旅程中，包括結合淡水河岸風光及渡船體驗的河岸微風，融合藝術、美食與溫泉的山海驛站，以及串聯瑞芳9份山城聚落與海岸景觀的山城時光。套票整合景點門票、店家優惠、美食及文化體驗，讓旅客依照自己的步調自由安排行程。這麼有文青的這個名稱就知道，因為也看到今天的貴賓就知道，我們有觀光。有文化有我們的文青的這個藝術山航博物館我們朱銘美術館，那其實還有我們黃金博物館，對嗎？然後我們在地的特色業者，我們的這個地瓜園我們的薯童謠，然後當然更多我們有集結250家的在地特色的店家來加入我們這一次山海漫旅的這個旅遊。那等一下主持人一定會講得更詳細，可是我們這一次就是規劃3個路線。第1個路線就是我們結合我們海岸風光還有渡輪這樣的一個體驗的海岸微風。第2個路線呢，就是我們要結合我們的
山海這個什麼驛站，所以為什麼叫山海驛站？我們還可以去泡溫泉哦，看到海岸的這個美麗的景色。那再來呢，我們到了我們的三層時光哦，就是到我們的九份、我們的瑞芳哦來體驗。那這樣的一個行程，我們都有一個旅遊的建議的行程路線。所以我們新北真的是好山好水，值得大家慢慢的遊逛。所以我們今天關旅局長特別來，我們就是配合我們的主政機關，其實除了經發局、文化局以外，我們主要窗口就是我們關旅局。那我們大家都是跨局式的結合這樣的一個北海岸的一個路線。那所以剛剛主持人也提到，這麼多年來，我們就是分散在各個不同的一個輔導，不管是店家的微改造，然後我們的商務、電子商務，還有我們多元友善這樣的等等，都是希望把我們在地的這個北海岸的店家都提升。新北市經發局表示，3款套票的售價分別為599元、650元及699元，最低享64折優惠，並限量附贈旅行包、旅遊手冊及透明紀念卡等文創紀念品。更多活動資訊，歡迎民眾至來去新北經發局臉書粉絲專頁查詢，也歡迎民眾把握暑假，一起探索青春山海線，體驗北海岸豐富多元的旅遊魅力。記者蕭世宏新北場報道。時隔28年，高雄旗津渡輪站斥資翻新，是否以光之渡口為概念，打造復古新地標，同時優化內部候船動線，並活化空間，為旗津觀光注入全新的動能。在高雄市長陳其邁與多位重要市府官員以及地方民意代表的見證下，旗津渡輪站以嶄新面貌全新亮相。這一次不僅全面翻新外牆立面，更加大優化候船空間，分流機車與步行旅客的動線，同時增加公廁數量，提供更舒適的旅遊體驗。狀況好很多，然後數量也比較多，讓遊客也比較方便，比較不會跟行人去擁擠，跟這個摩托車道去很擁塞的這樣子擠在一起，這比之前看起來新很多，很有那種英國那個車站風格，我覺得也不錯啊。旗津跟鼓山那裡的這種英國領事館那裡都有一個連通的感覺，我覺得這樣子也就是有一種統一的感覺，也蠻好的。這一次的整修工程以光之渡口為設計理念，保留既有的站體特色，並將原本的尖塔改造成融合旗津燈塔意象的圓柱形塔樓，外觀更以東京車站的古典構想出發，夜晚點燈後宛如高雄港內一顆閃亮的明珠，溫暖迎接旗津居民回家與各地遊客的到訪。今年的暑假應該在7月底或8月初，那我們也會有一系列的行銷旗津的這個活動那也希望說借由這個旗津渡船頭的這個重新開幕那能夠迎來更多的觀光的人潮。我相信它這個新的地標而且一些交通更加便利的情況下，一定會帶動旗津成為更棒的觀光景點。比較靠港口這邊而言吧，它就是比較顯眼，然後就是獨樹一格啊。而站體1樓的中央空間現在也活化為大港校職範所，提供旅遊諮詢以及收費導覽服務。至於過去曾作為景觀餐廳、港警辦公室以及旅遊服務中心的2樓空間，議員也期望未來完成招商後，能為這個空間帶來更多元的使用方式。除了提供給民眾做愛生的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一些比較多元化的服務？我會覺得這個可能相關單位去思考一下。小旅行的部分都是預約的方式，可以上旗津慢慢遊的粉絲頁看，這裡的站櫃人員全部都是旗津在地人，所以一些諮詢或是我們有旗津的插畫家，然後地圖都有我們有自己設計，旗津在地人自己設計的地圖，然後借由這些諮詢，然後可以當他們第一個入口進來就知道旗津要去哪裡玩。有的人來旗津不知道怎麼玩之類的，多一個導遊的地方還不錯。市府期盼全新啟航的渡輪站能串聯起旗後燈塔、老街與黃金海灘，為地方觀光注入嶄新動能，讓每一位搭乘渡輪來到旗津的旅客都能感受到高雄海洋城市的獨特魅力。記者魏國慶、吳佩珊高雄報道。
第4屆國際禮賓親善大使選拔亮相，主辦單位特別將訓練移師台北市定古蹟新芳春茶行，16位入圍選手在古色古香的氛圍中，向茶師學習奉茶，修煉內在的心境。活動選在百年茶行舉辦，結合禮儀傳承、茶鄉文化主題，從環境到課程都充滿人文底蘊。選手實際體驗奉茶禮儀，從持杯奉茶到細節動作都講究分寸與節奏，讓日常喝茶轉化為一門待人接物的學問，也讓參與過程多了沉浸與專注。有啊，那個拿茶杯我覺得有點困難，因為我可能坐在比較後面，所以我一直在看老師的手到底是怎麼抓住那個茶杯。像我們一般喝手摇飲，就是很順手拿起來一杯就一口喝完又放回去。那其實剛剛的課程就是他教的還蠻細節，就是你會發現說，茶原來有這麼多的就是不同的禮儀需要去學習，就是在正式的场合裡面，原來是和日常生活中是這麼的不一樣。我覺得就是這個知識對我來說還蠻新奇跟新鮮的。因為我不知道原來就是茶道裡面有那麼多要注意的小細節，然後我也覺得很酷，就是每一個小細節其實後面代表的文化含義也有很多。那個手指拿的那個方式，然後還有那個三角形，就是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本屆共有16位來自國內外大專院校的優秀青年入圍，透過課程學習放慢步調，也感受到禮儀能夠傳遞溫暖與尊重。培訓內容橫跨茶道、4酒禮儀、航空服務、國際接待與形象美學等領域。選手們透過五感體驗，理解禮儀背後的文化意涵，也在課程中培養自信、表達能力與跨文化的溝通技巧。我覺得形象管理非常重要，就是在未來我可能工作或者在職業上可能會需要這項技能，所以我就先參加了學校的親善大使團，然後再來參加這個選拔活動。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重視生活儀式感的人，所以我那時候就在大學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學校的親善大使團。那我在參加社團的期間，就是一些典禮的活動，我也覺得這方面其實還蠻有興趣的，然後也覺得說禮是一個可以帶給人溫暖跟尊重的東西。平常個性本來是一個比較急躁一點的人，然後我做事情可能會比較快一點，然後我想說這一次來參加這個有很多課程就是很新鮮，然後也可以感覺可以培養我自己的個性，然後自己就是慢一點，然後學習各種禮賓相關的禮儀知識，我覺得對未來也會很有幫助。今年的活動很特別，是我們以往沒有開放台中的面試，那今年我們就有台北場面試跟台中場面試。那因應10週年，我們也特別開放，就是沒有禮賓親善經驗，但是你對於禮賓親善服務是有熱忱的夥伴，也可以再透過這一次來報名。那這一次的課程裡頭結合了像以往沒有的是社交舞的部分，因為我們知道在一個國際的場合裡頭，會有男士跟女士要來跳國際標準舞跟社交舞的部分，那這個部分是在校園裡頭學習不到的。再來就是4酒禮儀，還有今天的茶道文化，這些都是以往在學校裡頭沒有辦法學習到的一個文化禮儀。那我們希望借由這次10週年，特別邀請一些大師名師來做這樣的講座，讓更多的學子除了口語表達、美姿美儀、基本的儀態訓練之外，還增加了一些國際上面的文化交流的課程。邁入第4屆的國際禮賓親善大使選拔，不只是競賽，更是青年培力與文化交流平台。透過系統化培訓與實作體驗，累積服務精神與同理心，讓參與者成為文化的傳遞者，在國際舞台展現台灣溫暖而細膩的軟實力。2026國際禮賓親善大使，歡迎您！記者李希慧台北報道。慶祝來台25週年 ，Agnes B 首度將多年收藏的街頭藝術帶進台灣。我們愛塗鴉藝術特展在台南市美術館開幕，展出23組國際藝術家的33件真跡與台灣的現地創作。藝術家進行現地創作，讓牆面成為即興畫布。法國時尚品牌 Agnes B 來台25週年，與台南市美術館合作推出我們愛塗鴉藝術特展，現場重現1980年代巴黎塗鴉文化脈絡，串聯巴黎街頭與台灣在地視角，展開跨時空的藝術對話。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畫我自己在台南創作的這些生活經驗啊，所以然後這次也因應這次 Agnes
Spade 的這個展覽，所以我特別就畫了一個 Anya Spade 本人，然後讓他可以在我的作品裡面出現。因為我作品都是比較走幽默詼諧的風格，所以我就希望說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覺。展覽首度將多年收藏的街頭藝術帶進台灣，精選33件珍貴真跡，件件都是非賣品，總共集結23組重量級國際藝術家，其中一幅作品更展現精準的塗鴉噴漆技巧與流動抽象風格，呈現街頭藝術的獨特張力。1984年由這個福出來了2000這個他對於針對自己做的一個自畫像，那這幅作品在塗鴉藝術界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作品，也是非常非常值得這個塗鴉藝術收藏愛好家的一個作品之一。現在這個的就是有關於他自畫像的這個數量，在世界上的真跡已經不多了。另外還帶來37件用塗鴉與影像所創作的時裝作品，展現作品與服裝之間的對話。來自巴黎游泳池的3扇舊門歷史物件也首度在台展出，讓街頭塗鴉從城市角落走進美術館空間。記者陳懷談的報道。2026桃園電影節以眺望為主題，聚焦 AI 科技與未來影像。策展人姚金玉宣布，精選10大主題，共100部好片，8月14到27號盛大登場，並由何曼西擔任形象代言人。2026桃園電影節即將在8月14到27號登場，市府特別舉辦記者會，宣告系列活動正式啟動。今年以眺望為主題，聚焦 AI 科技、動畫創作跟未來影像語言，更首度規劃國際電影科技論壇，邀請國內外大師級特效團隊還有製作人分享創作經驗。今年我們非常高興，請到我們桃園八德的女兒何曼西擔任我們的大使，還有姚金玉老師擔任我們的策展人。那麼今年呢，我們一共精心挑選了國內外100部片子來播放，以外還有超過200個參賽的電影，我們也選出了20個入圍的，也會在這個時候跟大家見面。另外呢，今年第一次我們辦科技論壇，科技論壇主要就是要探討電影特效和人工智慧的結合。桃園是一個科技城市，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桃園電影節，除了展現文化的底蘊以外，還有和文化科技的結合。今年電影節的形象代言人邀請桃園女兒何曼西擔任。她表示，今年電影節的影展片單都很精彩，很多她都想看，也希望大家一起來看電影。其實我剛才看了手冊還有介紹的片單，其實我發現其實蠻多我想看的片，所以很期待接下來桃園電影節播放的片單。我覺得真的很感謝，然後也很感謝整個桃園給我這次機會，讓我可以回家的感覺，回家感覺為桃園代言這樣子，希望可以大家一起來看電影。策展人表示，今年電影節精選的片單相當有看頭，從開幕片就很精彩。今年桃園電影獎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從261部作品當中選出了20部的入圍作品，也在記者會中公布名單。那除了開幕片跟閉幕片之外，我非常強烈的建議觀眾要鎖定14、15、16這幾天，所有的電影都非常精彩，而且在中壢跟在桃園的兩邊的放映，影片都有做放映。今年桃園電影獎的競賽我們總共有261部電影參加角逐，後來評審分3個階段他們就選出了這20部的那個提名所以大家看到這20部影片都是非常的精選，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來看這些競賽的電影。2026桃園電影節即將在8月14到27號在中壢新橋桃園統領威秀中壢光影電影館舉行。桃園電影獎也即將頒發13項大獎，超過135萬元的總獎金。市府期盼透過藝術、科技跟在地文化結合，達到兼具國際視野跟城市特色的年度影展盛會。記者賴偉一報道。中壢區第一座市府管理機車練習場在機捷 A20新南站旁啟用，場地標線比照監理站的標準，交通局更貼心的搭設遮陽帳篷，讓民眾練車免受曝曬之苦。頂着大太陽，機車騎士小心翼翼地維持車身平衡，準備通過直線測試。
這裡是位於中壢區新北二路與新西一路口旁，全新啟用的機車練習場。過去許多民眾只能在天橋下或是空地克難練車，如今終於有了專屬且安全的標準場地。我覺得標線蠻清楚的，沒什麼問題。就跟那個之前有去那個在天橋下面練習那個感覺差不多，就是有點熱而已，這邊比較熱一點。為了提供大中壢地區更完善的騎乘練習環境，桃園市政府花費2個月的時間，斥資約660萬元，將這塊原本作為停車空間的學校預定地重新規劃。交通局表示，場內空間完全比照公路局機車駕照考驗標準，包含直線平衡駕駛、轉彎與剎車等基本操作項目，希望能讓考照民眾提前熟悉流程，緩解壓力，進而提升實際道路駕駛的應變能力。而這個場地原先是新南館小用地做停車空間使用，後來交通局透過會勘以及設計，前後花2個月時間把這個場地給規劃起來，大約初步這個工程費用大約是660萬元整。為了怕民眾受烈陽日曬之苦，現場也貼心準備了帳篷以及折疊椅子供民眾使用。那請民眾在練習機車練習場地的空間時，能夠注意現場的安全設施，並相互禮讓。練習時也要注意補充水分，預祝民眾前往練習以及後面考照能夠順利成功。隨着這座練習場加入，桃園全市的機車練習場已經擴增到10個行政區，共15處據點，進一步落實了練習空間在地化的目標。為了打造更安全舒適的環境，場內全面設置了防撞設施，降低練習時的衝擊風險。練習場每日的開放時間為上午8點到下午6點。周邊里民對於這項新設施給予高度肯定，但也針對未來規劃提出了改善建議。這個機車場這個設施真的是很理想的哈。那這個機車場的話，給大家練習真的是很方便。那是借用這個學校的預定地來這個設施，對這個我們中壢青埔的這個里民，大家真的是很方便。擴展到是說需要晚上給大家里民方便的話，還需要說這個晚上有照明燈。有照明燈給大家練習的話是更方便的哈。那再來就是說這個大太陽方面的話，是希望說能夠再擴展到說這個遮陽的部分是更好。面對天氣炎熱與夜間練習的潛在需求，市府未來也將持續盤點適當場域，逐步完善全市機車練習資源。交通局也特別呼籲，前往練習的民眾務必遵守開放時段與場內動線指引，排隊時相互禮讓，共同維護得來不易的友善交通環境與場地秩序。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台北市民權大橋景觀橋正式啟用嘍，串聯松山與內湖高灘地，民眾能在此欣賞基隆河景，還能近距離觀看飛機起降，成為打卡的新據點。台北市長蔣萬安來到民權大橋景觀橋上遠眺河岸風景，感受無敵視野的震撼。民權大橋景觀橋近期啟用，串聯松山、內湖高灘地，讓民眾欣賞飛機起降、散步、慢跑、騎單車，享受舒適水岸生活。有關橋梁設計的部分，我們這次是以活潑、動感的方式來呈現，所以不管是在橋梁的主直線段，以及我們的牽引道，都是有很多大量的曲線元素，包含在牽引道所立的環形的一個形狀哈。那當然，這個視覺上就特別容易引起就是路過民眾的一個視線。那當然，我們的2個牽引道所完成之後，整座橋梁將可以直接的串聯內湖還有松山的高灘地，來擴大市民運動生活的範圍，來創造一個更富有生活意涵、素養、休憩的一個景觀橋。那當然也是大大可以提升在市民在這邊運動休憩的時候所感受的一個氛圍。這座跨河景觀橋注入了豐富的環境美學，結構主體採用輕量化鋼結構設計，讓橋體呈現如同一條優雅緞帶般輕撫於基隆河上的流暢線條。橋面精心規劃了寬闊平坦的觀景平台，從高空俯瞰更宛如璀璨明眸，因而獲得天際之眼的美譽。
我們一開始我們有在設計這個交通栈道啊，這個栈橋，也就是所謂的施工便道，我們就開始想，未來我们應該要好好的設計，保留這樣的施工便道，讓它能夠串接兩邊的高灘地，包括關山河濱以及彩虹河濱。二方面，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考慮，未來旁邊的民生水資源中心完成以後，可以直接串接民權大橋，包括騎乘自行車、民眾的步行，而更重要，是不是可以讓民眾停留、欣賞，包括松山機場飛機的起降，有漂亮的基隆河，以及我們夜間透過光雕、光環境的營造，打造非常漂亮的基隆河畔。所以我們保留了施工便道，也因此我們透過非常細緻的規劃跟設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環繞的像一個藍色絲帶輕撫基隆河畔。同時最重要，為什麼叫做一個眼睛？在中央的一個觀景台，它從高空俯瞰，就像一個基隆河畔上的一個眼睛。好，所以未來我想所有喜歡騎車，或是跑步，或是步行要到兩邊河濱的，都可以使用我們的民权大道。它不單只是讓車輛通行，我們讓所有的民众朋友可以更方便、更舒適，而且很多的攝影好手也可以到這個眼睛上面去拍攝很多飛機起降震撼的畫面。民眾在此能飽覽基隆河珊瑚環繞的壯麗景致，遠眺內湖科技園區的繁榮夜景，或是捕捉基隆河畔的落日餘暉，感受台北水岸城市的魅力。記者溫俊台北報道。台南市東區市定古蹟府東創意森林園區委外經營，現場以假日市集為主軸，透過文創、餐飲、穿浴衣及茶道，打造市區內的日本文化體驗好去處。府東創意森林園區，也就是原台南州立農市場宿舍群，就位於台南市東區的市定古蹟園區，由5棟經典的日式木造建築組成，因為充滿日本庭園氛圍，而有台南小京都的美譽。為了讓民眾或是遊客來這兒，除了感受歷史建築，也有租借日本浴衣、和服等體驗，一步一步成為夏日旅遊的經典活動。所以台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特別委外，先以假日市集來試營運，除了活化環境，也成為充滿文化溫度的台日交流場域。長久以來，台南市和這個日本的47個都道府縣吼，咱攏一直有咧交流吼，嘛希望講，甲因每一個所在吼，誒特色吼，會當有一個固定的場所，互大家會當熟悉。另外就是講，這個深水町的開幕，閣有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咱台南遮的一寡物產，咱有一寡日本的朋友來，伊嘛會當直接看會到。開幕第一天，會中以日本傳統宴掛來帶動氣氛，後續也將引進古蹟原本的農業元素，包括台灣茶、台灣咖啡、清酒等等來招商，拉近歷史建築與民眾之間的距離。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有看到包含了創意市集。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說，以東區在地的園區裡面，我們希望會館呢，不但是只可以結合在日本的文化交流以外啦，還可以把日本的產物帶進來，帶我們的台南，讓台南跟日本的這個文化交流會更加的深厚的底蘊。透過具體活動，讓來訪的民眾產生連結，共同延續這份珍貴的歷史記憶。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基隆正濱漁港旁的80年老紅磚屋翻新嘍，首座基隆青年夢工廠開幕啟用。市長謝國樑表示，這個平台集結創意與創生於一體，象徵青年政策全面升級。可以聞聞看，這是我們正濱漁港的味道。對，叫做正濱之夏，專屬基隆氣味，讓民眾尋找適合自己的氣味。深耕基隆的地方創生業者推出新的商品。其實基隆大家知道，我們有很多很厲害的小吃，有很漂亮的風景。那現在我們都在講五感行銷嘛，我就在想說，嗅覺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基隆的城市意象說得更完整，然後也可以走得更遠，因為它可能帶出國也更方便。
更是超越語言，因為像基隆也是郵輪母港，有很多的外國人來到這裡，所以我們選鄉契福。還在念書的基隆子弟，將生硬的書法字體變成生活藝術，一筆一畫勾勒出創新的生機。一般書法感覺讓大家會有一種很難親近的感覺，因為畢竟它可能就是會在美術館啊，或是在一些展覽上看到。但我將書法融入在一般生活上，讓民眾可以更加親近。2、1，起動！基隆首座青年基地青年夢工廠正式啟用，政府投入資源規劃建制，透過中央和地方合作，將原有農業部水產試驗所宿舍改造成青年創業基地。啟用典禮上，邀請中央、地方首長、議員們共同見證。一個這樣的空間，我們希望可以帶來給基隆的青壯朋友、青年朋友更多發揮夢想的地方，所以我們才稱呼它為基隆青年夢工廠。那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新冰山的共創團隊，大家跟我們一起打造未來的空間。我們也希望可以在各位議員的指導跟支持之下，讓更多的青年實現他們的夢想。我们市长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很多的時間來完成這個場地。相信所有的青年朋友都非常的期待跟高興。那也希望透過這個空間當作是第一炮，然後我們接下來會有第2個、第3個，一起透過青年來共同活化的公有的閒置空間，在基隆市各個地方可以發現，然後也讓更多的青年朋友願意留在基隆，甚至從雙北他進來基隆一起活動，一起讓基隆更好。水產漁業的沒落跟水產地區的老化，所以我們希望借由年輕人以及青年夢工廠的活化，能夠讓水產地區再度的繁榮。謝國樑市長可以說是一個最關注青年發展的一個市長，那也非常感謝中央各部會，我們一起來為基隆青年來做更多的努力，那也讓我們這個充滿歷史文化底蘊的這個地方能夠注入新的活力、新的活水。希望說我們基隆青年朋友們，大家把你們所想象的、所知道的一些地方的特色以及你们心中的特色展現出來。青年夢工廠的成立，主要是整合各青年資源的重要平台，透過空間、服務和網絡串聯，協助青年從創意發想到實際行動，成為推動城市創新和轉型的重要力量。很可以鼓勵在地青年，因為在基隆做文創太不容易了。那我覺得它是一個老空間，可以承載新回憶的地方。那新回憶呢，我覺得會有很多的青年在地的青年來創造。那同時，青年可以把自己的需求跟希望，然後寄予在這個空間，然後跟這個地方的人們來共同創造一個新的不同的回憶。這個空間呢，目前是常設展哈，我們會來進行co-working space，就是共同討論空間，還有多功能廣場跟溝通能討論的這個休閒的空間。那這個地方未來都可以提供我們青年創業或是青年事務相關的課程活動，或者是會議可以來進行哈。青年夢工廠啟用之後，將展開為期3個月的試營運，希望打造兼具交流、創新及公共參與功能的青年發展平台。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再帶你來看，台南市財稅局邀請口俗畫家楊恩典舉辦畫展，並擔任身障免牌照稅暖心大使。活動將藝術與租稅結合，展現台南推動友善共融的便民成果。為關懷弱勢族群，打造友善共融城市，台南市財政稅務局日前邀請口族畫家楊恩典與該局藝文走廊舉辦畫展。這次展覽以意象萬千為主題，展出楊恩典多幅花鳥及彩繪包包、木盤等生活藝術創作。我覺得人，不只是要有自信，還要有能量，要把自己打理好。那麼，很多人看到我第一個的感覺，會是一輩子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提升，不只是畫作，我個人在包括內在的部分。所以我的畫作呢，隨着年齡的增長，還有就是遇到很多的一些事情，那麼心境也會跟着變化。我很高興，上帝讓我擁有一雙眼睛，讓我可以看到這個世界上的美好。那透過我的畫筆來描述這個世間的美好。
現場副市長葉澤山也代表市長出席開幕式。副市長表示，除感佩楊老師用雙腳作畫，勇敢面對人生挑戰的生命故事，同時還擔任台南市身障免牌照稅暖心大使，宣導租稅優惠與便民服務。針對停車證的申請，我們已經跟我們身障免稅結合，成立一張申請書，所以在申請停車證的時候，就可以來申請這個身障的免稅。那如果你本身是有駕照有車的，你都不用申請，我們就主动幫你辦了。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真的身心障礙行動不方便，我們也推動到府服務，就是我們可以到你家來幫你處理稅務的問題。這是第二個。那第三個是財政部最近有放寬，就是身心障礙沒有駕照的，他本來是兩親等內的親屬要同一戶籍，那現在已經放寬變車籍跟戶籍一樣就可以。那這是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措施哈。目前這項展覽從即日起到9月30，在財政稅務局2樓藝文走廊展出，歡迎民眾於洽公時也能欣賞口足畫家楊恩典創作，看他如何用雙腳作畫感動人心作品。記者林瑩跟台南採訪 AI 播報。再帶你來看，基隆市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在和平島地質公園舉辦無障礙獨木舟挑戰，26位全台肢體障礙的勇士成功突破自我，合力從和平島滑向基隆嶼。肢體障礙勇士下水挑戰，順利搭上獨木舟槳板，時間一到，順利出發。3號船選手都已經上船了。副市長邱佩玲遞上划槳，替26位勇士加油，從和平島航向基隆嶼挑戰自我。身心障礙者在第一次這樣接觸海洋，那種感受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那我們很希望符合謝國樑市長打的，基隆不只是一個海洋城市，更希望是一個沒有障礙的海洋城市。勇渡基隆嶼，起來！市政府攜手輪椅夢公園聯盟、北關處和和平島地質公園舉辦一場無障礙獨木舟勇渡基隆嶼挑戰活動，邀請26位來自全台各地肢體障礙勇士參與，從和平島滑向基隆嶼。在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困難，但是我們就盡我所能去完成，就不要害怕這樣。讓社會大眾看到另外一面的身障朋友，他們不只是坐在輪椅上面，或是拄着拐杖才能行動，我們也可以經由另外一種方式來親近大自然。沒有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因此呢，我們透過了所有的輔具的設施，還有設施設備的環境的改善，來讓每一個障礙者能夠很安全的下到海裡面。這麼多年來，一直跟我們基隆市政府這邊有充分密切的一個合作哈。那海洋的一個活動本來就是大眾親民的一個部分哈。除了我們之外，我們希望讓無障礙的一個朋友，他也可以親水這個部分。這項挑戰不僅考驗體力、意志力，更需要團隊合作，彼此扶持。出發前，26位勇士經過3個月的密集訓練，學習救生能力、划舟的技巧、上艇的技巧、下艇的技巧。萬一你獨木舟在外海翻覆了，你怎麼自己自救？這些東西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容易。所以必須經過一個有系統的一個專業的一個協助跟訓練。那從2024年開始呢，我們就改造了海邊的環境，包括所有的下水坡道。然後呢，獨木舟呢也是特別針對身障者做設計的。那坐輪椅的民眾呢，也可以呢在這邊有一個移位機呢，協助他們進到獨木舟來進到大海當中。所以這一切的設計呢，都是因為我們要迎接無障礙的遊客可以順便的一起來玩。在和平島地質公園呢，只要你是身心障礙卡，然後有陪同的話，都可以免費的進入到公園來玩。經過5個小時的海上挑戰，26位勇士順利完成。除了宣導海洋平權觀念，也為自己的人生寫下新的篇章。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謝謝。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聞，感謝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們再會。
玩票大的人嗎？拿走！沈大哥，等等，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115年起，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還免費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規教育訓練。提早70來換照，多多主宰啪啪照。今天我載你。OK， 政策上路之後記得去換照哦。爭取3天，爭取更多時間，防範未然，平時共同討論家庭防災計劃。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難收容所嗎？那如果手機不通的話，大家要怎麼聯繫呢？分散時約哪裡當緊急集合地點？防災包多久要更新一次？我負責清點防災包。那我負責關閉家中水電。我負責規劃避難路線。我負責照顧阿嬤。我負責照顧小乖。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災計劃，爭取3天，爭取更多時間。